各位兄弟，大家平安，请大家齐大心来敬拜上帝，请奏乐。上帝是光，伊伊全然无暗。咱若行伫光明，亲像伊伫光明，就咱三角交陪，也伊的囝耶稣的血洗除咱拢总的罪。请大家三角来吟圣诗第321首。我主，我救主，我真爱去完全。我主，我救主，我真爱去完全。求你欢喜点伫我心到永远，互私欲拢消除，互我心清白。求主甲我洗，互我白较赢洗，白较赢洗，清白较赢洗。求主甲我洗，互我白较赢洗。圣诗第321首，请大家起立来吟全首。咱大家三角用使徒圣经来告白咱的信仰。使徒圣经伫圣诗头前的第13页，我信上帝，全能的爸，创造天地的主宰。我信耶稣基督，上帝的独生囝，咱的主，伫对圣神投胎，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，伫本州必来岛人来受苦，竟是个死埋葬落阴府。第3日对死人中搁活上天，打坐伫全能的爸，上帝的大名，伊要对遐搁来审判活人甲死人。我信圣神，我信神，公道的教会，圣道的相通，罪赦免，肉体的搁活，永远的活命。阿门。请坐。请大家掀开启应文第15篇。
圣诗后面的第1025页，咱大家来交作上帝的话。启文15篇，上帝啊，你的疼袂改变，求你怜悯我。你有丰富的慈爱，求你撤销我的罪过，求你洗除我一切罪孽，洗清我的罪恶。我知家己的过失，我的罪恶不时伫我目睭前。我有得罪你，只有得罪你。我有做你看做邪恶的代志，所以我受你审判是当然，受你责罚是应该。我伫母体就有罪，出世迄日就是罪人。你以外的是内心诚实，求你教示我，互我心内有真正的智慧。求你洗除我的罪，互我清气。求你甲我洗清气，互我比雪较白。求你互我听见欢喜快乐的声，互你拍碎的骨头通欢喜快乐。求你暗面无看我的罪，求你撤销我一切的罪恶。上帝啊，求你为我创造纯洁的心，求你使我心搁忠诚的心灵，毋通赶我离开你的面前，毋通对我收回你善的心。求你互我定心享受你救恩的欢喜，互我的心灵愿意顺服你。我要将你的道路指示罪人，互犯过失的人通归向你。拯救我的上帝啊，求你免除我的死罪，互我通大声称赞你的拯救。主啊，求你开我的嘴，我要称赞你。你无爱生礼，若爱我欢喜献。我若献烧化祭，你嘛无欢喜。上帝啊，你所爱的祭是痛悔的心灵，忧伤痛悔的心，你欢喜接纳。请大家仰头三脚来祈祷。阮伫天灵的阿爸爸，感谢你赏赐阮逐日拢有你活命的快乐。感谢你，互阮会当搁来敬拜你。感谢你，互阮伫这疫情严重的时刻，互阮有时间通安静落来，甲你沟通，思考阮甲上主你的关系。感谢你，互阮看见，虽然大家因为疫情的关系无法度四界跑走，总是大家联络时所行请安的道当中，充满互相鼓励、互相提醒、互相关怀。也有侪人制作逐款感动人心的影片，侪人主动为着照顾阮健康的医护人员准备食物，将你的怜悯显现伫世人中间，互阮更加明白。虽然伫世间阮有苦难，总是你将平安放伫阮心内，互阮有盼望，通活出你的形象。阮要感谢阿罗你。主啊，你是无所不知的上帝，你知影阮所做的一切，你是感超人心的上主。阮的心思意念无法度得闪你。主啊，阮伫过去一礼拜当中，有行做无合你心意的，阮要伫你的面前认罪，求你怜悯赦免，互阮有够赢的气力来改变阮的行做。阮有阮法家己毋知的罪。求你显明，互阮知影，假使阮行伫你的旨意中。主啊，恳求你，互疫情通紧紧过去，因为阮的兄弟望早日到你的圣殿敬拜你，也恳求你帮助所有伫疫情中间艰苦的世人，伫因受病毒侵袭的时，你医治的大能要临到因；伫因孤单无帮助的时，你的安慰的确到因伫地，阮将阮有声无声一切的恳求摆列伫你的面前，因为我知，无论什么所在，有两三人伫你的名自责，你也伫因中间。阮安尼恳求，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门。咱请圣乐队来献诗。
华科，世界甲真理，我在所造有注意。无啥人的头提，只粒信心的种子。你的话语若像雨水，高大变成奇。我想命我家己，虽然永远都伫你。我耶稣陪我行，我就从心到土地。圣神的引导我，虽然头前会孤单。哦，这条信心的路，我勇敢向前行。下面要讲受上帝的话，今仔日的圣经记载伫新约罗马书第8章第1节到17节，和合本伫新约的217页，台语汉语本伫新约的177页，现代中文译本伫新约的241页。若显着，我来读。所以遐会点伫基督耶稣的，打拢无定罪，因为活命的神的法。伫耶稣基督已经透放阮脱离罪甲死的法，因为律法所袂的是对肉体才无力。上帝就找家己的囝，伫有罪的肉体的形状，佮为着罪的缘故，伫肉体中来拟定罪恶，互律法的义伫咱会得到满足，就是无照肉体，是照神来行的。因为照肉体的意向肉体的事，照神的意向神的事。因为肉体的意向是死，神的意向是活佮平安。因为肉体的意向是对敌上帝，因为伊无降服上帝的律法，也袂会降服。佮点伫肉体的，袂会互上帝欢喜。独独上帝的神若徛起伫你。就恁无点伫肉体，是点伫神。无有基督的神呢，毋是伊的人。基督若点伫你，就恁的身躯因为罪死，神因为伊活。独独互耶稣对死人中搁活的，伊的神若徛起伫恁，就互基督耶稣对死人中搁活，也要将伊的神就是徛起伫恁的。互恁会死的身躯搁活，安尼兄弟啊，咱毋是欠肉体的罪，至到照肉体来活。因为恁若照肉体来活，就会死；若用神拍死身躯的所做，就会活。凡若互上帝的神所带的，是做上帝的囝。因为恁毋是受着奴仆的神，至到搁行兄。就是受着设立做囝的神，对安尼，咱叫讲阿爸爸啊，圣神家己甲咱的神三角干净，咱做上帝的囝。既然做囝，就做后嗣，就是做上帝的后嗣，甲基督当做后嗣。咱若甲伊同受苦，是要互咱甲伊同荣光。今日上帝要透过牧师传讲的信息是体贴圣事，请牧师。请兄弟平安，请咱同齐压头来祈祷。向阮阿爸爸上帝，感谢你，互阮会当活咧，搁一摆来到你的面头前来敬拜你。阮伫阮伫的所在来敬拜你，阮同心伫你的面头前，甲阮的兄弟来敬拜你。因为阮知，不管阮伫倒落，你甲阮伫咧，阮同心来敬拜，来听你的话语，照你的旨意来行。阮知有得到你的欢喜。阮就献心帮助阮，互阮的耳孔听了清楚，毋若是伫礼拜堂，是伫阮家己的厝，嘛会当听见圣神的引带，
阮的爸，你的声，互阮毋若是伫礼拜堂，诚做一个互你欢喜的你的囝儿，嘛互阮伫阮家己的厝，阮的家庭会当诚做一个你所欢喜的囝儿，互阮不管所讲的、所想的、所做、所行的路，拢总伫你的面头前得到你的欢喜。这是阮甲阮家己来立伫你的面头前，来听圣神的声，听你的话，诚做阮的性命，诚做阮的快乐，享受着耶稣基督所赏赐阮的平安。阮同心安尼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亲兄姐，顶礼拜是圣神降临节，今仔日诚做圣神降临节以后的头一个礼拜，诚做是三一主日。三一主日礼拜，上帝耶稣基督圣神，就是咱所伫讲的圣父、圣子、圣神三一上帝。这个头一个主日，圣神降临节了后，头一个主日是安怎甲这三一上帝诚做一个特别的纪念？伫耶稣基督还袂过我进前，天父是天父，耶稣是耶稣，是一个老师。圣神有敢若无伫人的生命中间，伫人的生活中间，伫人的人脉的中间，无法度完全去感受。一直到耶稣基督来，去传讲上帝的旨意。伊伫准备要受死之前，伊才开始一直不断的提醒，伊离开了后会有圣神。一直到耶稣基督死搁活，圣神的降临，才诚做人生活中间遐尼重要的、感受会到的。因为耶稣基督一直伫讲，圣神的来是要提醒伊捌讲的话，互人会记得耶稣基督的确是对上帝遐来的，对上帝遐来传达上帝的旨意，传达上帝所欢喜的，伊的百姓应该爱有的行为，传达上帝的律法，传达上帝的疼，上帝的怜悯，是遮的对圣神过来的时，互人会记得遮的代志，伫耶稣的发生，甲耶稣斗阵的时，因听是听，总是袂明白。当圣神过来的时，迄个生活的无共，性命的无共，因的经历，知影生业出来的时阵，因的心是烧的，毋是生业，互因感受到迄个快乐，是迄个烧烧的心，是迄个耶稣基督捌讲过这个话，即摆安尼诚。是安尼，诚做因认捌，圣神的确是伫因的中间。当圣神降临的时，耶稣基督所讲的话，耶稣的学生听见，耶稣的学生会记哩，耶稣的学生传教出来。比到圣神降临迄天，侪人因为安尼就受洗，受洗咧之前爱有悔改。这个悔改就是诚做我看见我家己无够，我看见我家己是有罪的，我看见我家己是无快乐的，我看见我家己是的确需要救赎的。是因为安尼，诚做圣神伫人的生命中间，上大的成业是看见家己伫罪内面无法度，诚做一个最正确的代志。
三一，圣父的旨意，圣子耶稣基督的传教所讲的话，圣神的提醒，耶稣基督安尼讲过，你就安尼来行。透过圣神，互人会记得耶稣基督的话，会记得上帝旨意，天父上帝的心，人的确会当对旧改过换新，会当对以前的生活开始一个新的生活。所以，的确伫经课表内面，今仔日会选这个经文。罗马人书第8章第1节到17节，保罗伫讲到两种生活，两种的生活，称做肉体的生活，甲圣神的生活。对圣神降临了后，开始对遐会记哩，我应该安怎做？天父上帝的旨意，天父上帝的律法，耶稣基督。伊的教训，伊的灵命，伊的听，伊的命令，圣神帮助咱看见家己的处境，看见家己的性命的前景，刷落来，越头天父上帝，要得到天父上帝的欢喜，体贴圣神，体贴。这个原文所讲的是真做热心的追求目标，一个方向。体贴圣神，真做安尼讲，我以圣神的话来做目标，我以圣神的提醒来真做我的方向。我热心来追求这个方向、这个目标。这个方向、这个目标是啥物呢？迄个是圣父的旨意。圣父的旨意是啥物呢？是耶稣所留落来的遐个行为，是耶稣的教训，是耶稣所讲的听的命令。恁就彼此相听，亲像我听恁共款。安尼是无共款的生活。之前还袂看见家己有做的事，掠家己拢总是对的，拢总是厚的，我上厉害。所以伫你甲我的中间有三争，有怨斗，真做无法度和平。这是保罗甲咱讲，属圣神的会得到性命甲平安。这个平安就是和平。我甲你中间无法度和平，是因为我无伫上帝的旨意内面，无对圣神的提醒，无看伊所指的迄个方向。我的目睭无对耶稣遐去，我的目睭无对圣神遐去，我的目睭无对天父上帝遐去。今日经文甲咱讲。真做上帝的囝儿，圣神做见证。这个真做上帝的囝儿，是一个会当互上帝欢喜的。咱讲父母甲囝儿中间的关系，咱会安怎讲因的关系足好咧？啊，这个爸爸妈妈讲的话，囡仔拢会听。咱讲这个关系足好，爸爸妈妈讲的话，囡仔拢袂听嘛，无爱照咧做。咱讲因两个关系无好，无法度沟通，无法度讲话。咱甲天父上帝的关系嘛是安尼。当咱无法度真做照上帝的旨意来行，照耶稣基督的教训来行，咱就是无听天父上帝的话。这是圣神伊的出现，伊的见证，是真做咱会当甲阿爸爸上帝的关系是好的。
是因为伊不断咧提醒咱，不断咧提醒咱讲，你是上帝的囝儿，你就听伊的话，你就听伊的话，做应当做的代志，你就回转，你就回转，回转对罪中间脱离出来。做是伫保罗来讲，无法度啊，我无法度安尼做，因为我受着捆绑。保罗伊的经验，真做一个人无法度的是，圣神的讲透过耶稣基督的死过活，你有法度，你已经得到头绑。因为过去的迄个无法度的行动，迄个无法度的我，已经真做甲耶稣基督定伫是一家店。耶稣基督死过活，真做脱离遮的路。你甲伊死过活吗？你甲伊同顶是一家吗？安尼你得到脱离啊，你就过活，过活就爱过圣神提醒新的生活，新的生活。伫圣经内面，常常伫讲，无照上帝的旨意，无互上帝欢喜的，是体贴肉体，就是肉体生活来做方向，肉体的生活来做目标，就是迄个我上大，我想要安怎就安怎。做是圣神，圣神的方向是上帝，是天父，毋是照你，毋是照我，是照天父上帝的旨意，是照天父上帝的欢喜，毋是我的欢喜啊，是真做对天父上帝遐的方向。我要得到上帝的欢喜。圣神不断提醒的是一个，虽然你讲，当体贴圣神是啥物？就是以圣神真做目标，以圣神真做方向，一直到上帝，咱的天父上帝面头前。安尼的生活，自然而然，你就会活出耶稣基督爱你活的生活。伫圣经内面，定伫讲，无照上帝旨意来做，真做淫妇、惊奸淫的人。伫婚姻内面，两个人的关系，真做毋是我欢喜要安怎就安怎，是我伫做这件代志的时阵，我有想到这会互你伤心无，会互你无欢喜无。会违背着本来咱两个的誓约无。当我的心只有你的时，这是完全的圣洁的。是我的心，我的行为，若是有别人入来啊，其实是我所意的，是我想要安尼做，我根本就无睬你安怎想啊。所以伫圣经内面一直伫讲人甲上帝的关系，亲像婚姻。咱若无忠心，咱若无管，无要插上帝，无要插圣神的提醒的事，真做一个甲上帝对调，真做一个毋是上帝所欢喜，甲家己真做甲上帝边关。本来我应该是爱听上帝的话，即马我只有听我家己的话。本来我应该爱敬拜上帝，即马我只有掠我家己做偶像，我掠我家己做上帝。安尼的时，哪有可能得到上帝欢喜咧？安尼的欢喜，的确是得到我家己的欢喜，我家己的欢喜。若是安尼，圣神敢袂艰苦？天父上帝敢袂艰苦？咱的目标，咱的方向，真做面对看圣神的事，咱所想到是上帝，咱的阿爸爸的心，
咱所想到的是耶稣基督的救赎，耶稣基督的教训，耶稣基督的命令。咱所想到的是，我今仔日会当搁活，我今仔日会当有新的生活，我今仔日会当有新的身份，是真做耶稣基督用性命换来，用伊的宝血换来的。我是欠耶稣基督，当我欠伊的，我照伊的旨意来行。伊的确爱的，只有一项，就是爱我去彼此相疼，去疼人，就是安尼尔。伊毋是要我用我的命来换耶稣基督的救赎。耶稣基督救赎咱，目的只有一个，就是上帝的旨意，疼。上帝疼世间所有的人，爱伊所有的囝儿和平来过日子，的确会当得到永远活的性命。这个永远活的性命，纯粹是甲上帝永远到底。当无法度得到上帝欢喜的事，的确是无法度行甲上帝共一位。咱无法度甲上帝斗阵，迄真做死亡。毋是咱即马所看到的这个肉体的死亡尔，是性命的死亡、灵命的死亡。我甲上帝的关系死亡，无阁有啊！我甲上帝的关系无阁有啊！是互上帝所无欢喜、所生气的代志。是安怎爱去读圣诗？是安怎目标方向爱对圣诗遐？因为上帝伊的疼是意爱伊所有的囝儿得到永远活，得到甲伊有永远斗阵的这个性命，是要互人伫一个和平的情形内面来生活，来过日子。毋那是咱所感受到实际的生活，还阁有心情啊。若讲你的心情有平安无？你有平安无？你的心有欢喜无？有平静无？其实，迄个是真做一个感受。这个感受对倒，这个感受对你的性命深深的所在演出来。上帝所要予伊的囝儿的是平安，是性命，是要予你的心情快活，是要予你甲伊有永远活的关系，有永远的关系，毋是一时的。就是安尼，所以当保罗伫讲，圣神真做一个见证，真做一个提醒，互人对肉体的生活，活倒转来过圣神的生活，过圣神所提醒的生活，过圣神所提醒耶稣基督所捌讲过的话的生活，过天父上帝的心，爱伊的囝儿拢总会当得到性命，得到平安的生活。保罗伊的感受是安尼，伊爱人意向对圣神。伊对加拉太的教会所传讲，犹原嘛是安尼，都爱甲家己定义是一个，爱行出圣神的价值，圣神的价值，仁爱、欢喜、和平、吞忍、慈悲、善良、忠实、温柔、尊赞。这个讲是圣神的价值，其实就是伫圣神的内面来过生活，用行动，用行为。这个就是上帝本质，上帝的本质。当咱过安尼生活，活出上帝本质，圣神安尼来见证，咱是真做上帝的囝儿。要
要安尼行进前，是毋是爱听到上帝的声？总是咱无法度听到上帝的声的时阵，要安怎呢？伫耶稣基督所讲的是圣性的来，圣性的有声。伫使徒约翰伊所写的启示录，启示录内面，圣性的声对正教会所讲的话，有耳孔通听的就听。圣性会讲话，圣性会有声，圣性的提醒是声。对上帝遐来，圣性对正教会所讲的话，看起来敢若只有7间教会，其实毋是7间教会，是7种教会形态，是7种。总是这几种、这7种的教会所表现出来，圣神所讲的话是甚物呢？着听，着听。头一个是你着爱敬起来，敬起来，越头定心，搁去做，起头会疼心的行动。对上帝疼心，对人的疼心，着爱悔改，因为你已经离开迄个疼了，你着越头。受苦的时，爱忠心，才会当得到性命的冠冕。你若行歹的代志，你着要悔改，爱遵守上帝的命令，遵守耶稣基督的命令。怎样领受，你着怎样会记，怎样来遵守，就悔改、忍耐。唔通无伤无力，这7种看起来其实只有一个方向，唔通袂记你上帝安怎听你，唔通袂记你想要安怎听上帝，唔通袂记你耶稣基督安怎听你，唔通袂记你想要听耶稣基督。当你咱真做上帝的囝儿，袂记的时阵，真做限伫罪的行为内面的事，咱就爱看见这个处境，咱就悔改、认罪，刷落来源头，上帝，行对的路。受苦的时，受到压迫的时，忍耐。轻佻的，本来我甲上帝说的，忍耐，我讲我要遵守上帝的旨意，忍耐一直到底，忠心遵守。所以安尼看，拢总几个过程，一个过程，上帝照耶稣基督的。听圣神的，搁转来到上帝遮。若是离开，就搁转来。离开了后，我看见我家己毋对，我看见我家己无够，我看见我家己搁陷伫罪内面啊，求救。这个求救的声，真做顶礼拜咱咧讲的，圣神会替咱来讨大开，伊会为着咱来祈祷。当咱的祈祷无够额的时，圣神透过上帝的旨意来为着咱求讨，这个求讨的声，上帝出手，互咱有迄个困难会当悔改，会当认罪，当认罪悔改，就搁得到上帝的欢喜。这个循环介简单，总是咱定定陷伫迄个挣扎内面，我无法度，我无法度，因为我无法度相信。圣神即摆甲我讲的，我做会到。我无法度相信这件代志是真正会成的。
就是因为咱咧无法度相信，真做阿伯拉罕的信是信心的魔关，信心的魔关。当上帝甲阿伯拉罕讲我要互你囝的时，其实是无相信。总是当上帝带伊去外口看天顶的星的时，伊就信了。伊看见迄个星，伊就信了。所以真做，伊是信心的魔关。咱敢有法度伫耶稣基督的四个话的中间，看见咱家己的确是对罪脱离出来，我的确对耶稣基督的宝血来救赎出来，我的确是有这个困难，会当对家活倒转来看上帝，对世间、对肉体的我、对我的欢喜、对我所要爱的，活倒转来看上帝所欢喜的、上帝所喜爱的，是照上帝的旨意，毋是我想要做。有当圣神提醒的时，就是甲咱讲，伊照咱的无法度来祈祷。耶稣基督照咱的无法度来定死了，定死了后，伊国我，这个国我真做一个困难，就是你做袂到的，伊已经做啊，伊已经完成啊。兄弟姊妹，你敢有相信？你有相信耶稣基督为着你死国我吗？这个事实伫你的心内面，伫你的头壳内面，你敢有接受这件代志？你若无接受，安尼你的洗礼真做是空空的，你的洗礼真做是空空。这个相信毋是迄个时才有，的确是一直延续落来，一直到你死见着主的面。因为迄个洗礼一摆，真做耶稣基督的救赎一摆，伫上帝遐真做完成啊，是完成。当咱无相信的时阵，其实就是甲上帝讲，迄一摆的受洗无算啥物，我甲你的誓约无算啥物。耶稣基督救赎我，敢若嘛无算啥物。对保罗来讲，这个叫做对得上帝，对得上帝。所以当咱定定伫讲，我哪有无听上帝话，我哪有对得上帝？其实当你无相信的时阵，就是了。当你无相信，你家己无法度的时，耶稣基督一定替你，一定为着你，互你真做有一个困难。真做会当有法度。既然已经有法度，你敢无法度对即马无好的生活、无好的行为来活倒转对上帝遐来悔改吗？既然有困难，的确是会当安尼做。保罗阁讲着，毋好互圣神来烦恼，毋好互圣神来烦恼。因为当咱无法度的时，圣神会为着咱来祈祷，是照上帝的旨意来祈祷，照上帝的旨意来祈祷。咱会当去想着一个咧，当大日犯着罪的时阵，伊犯奸淫的时，上帝的旨意是啥物？上帝的旨意要大日得着活命，总是伊派先知去甲警告。这个先知来到大卫的面头前的时阵，伊的确应该会当勇敢，总是嘛是想方法要来互大卫袂生气，阁会当听有。这个先知伊来的过程，伊伫大卫面头前要甲伊讲话的是，伊甲大卫伫传达上帝的旨意的事，伊毋是直接讲你死啊，你死啊，你犯罪啊，上帝要爱你的性命，你若无悔改，你就死定了。无啊，这个先知若毋敢安尼讲啊，
讲到一个有钱的人，抢迄个无钱的人的羊仔，互大卫家己生气，刷落来，讲这个有钱的人安尼做，的确应当爱死。上帝才甲讲，这个就是你啊，你就应该爱死啊。上帝来安尼讲的意思，敢真正是要甲上帝爱大卫的命的命令传达吗？毋是。伊所要传达的是，上帝爱你活，你敢有看见你所做是得罪着上帝？你若有看见，较紧悔改，较紧悔改。当伊来这个过程，伊伫讲的过程，伊伫面对大卫的这个过程，伊的心是安那？伊是艰苦的。伊是烦恼的，伊嘛会惊。当伊讲煞，若大卫伊无发现，伊嘛无愿意承认家己犯罪时，安尼上帝旨意落来，的确大卫就无命。总是先知知影，上帝爱伊去讲的，毋是要取大卫的命，是要爱大卫来悔改。所以这个先知伊的心是烦恼的，亲像保罗所讲的，圣神的烦恼。当这个先知伊的角色真做上帝甲大卫中间的这个中保的时，伊是会烦恼，伊爱传达上帝的性格，传达上帝的旨意，伊搁爱烦恼这个人若无法度接受的时，上帝生气会落来。咱所看见，毋那是安尼，搁有一个是真做摩西。摩西带以色列人出埃及，因伫旷野的时，因对上帝埋怨，无爱听上帝的旨意，无爱照上帝话来行的时，因得罪着上帝的时，上帝伊会生气落来，伊要遮的百姓甲伊切断关系，因为上帝爱遮的百姓，的确袂当搁见着伊。伊要离开，要互以色列人知影伊是上帝。总是这个摩西伊安那咧，伊求上帝，毋通安尼做啦，因是你的百姓啊，你毋是甲因对埃及带出来吗？共一批啊，就是拢遮的人啊，你要带伊的时阵，你就知影因就是安尼想啊。即摆伊搁会互你生气，啊，你会怜悯咧。摩西的求讨，摩西的祈祷，真做圣神的烦恼。对旧约、新约，咱来看，伫旧约内面一件一件的代志，伫真做新约圣神的这个角色出现。只有一个无对，一个无对。上帝旨意是爱人活。免受第二摆的死。当圣神的话，人有听，圣神讲，我就要将乐园内面生命树顶面的果子，互伊会当得到永远活，决断袂受第二摆的死，会得到上帝所想事的冠冕，这个冠冕真做生命，永远活的生命，毋是咱所想的肉体永远活的，毋是咱所追求的，我会当毋若活100年，上好是会当一直拢活落去，毋是安尼。当咱咧讲永远活的生命，毋是迄个肉体的死搁活尔，永远活的生命是我甲上帝的关系。上帝所要赏赐予咱的是伊甲咱的关系，永永远远袂离开，袂离开。无相争，无怨妒，人甲人的中间有这个疼，是真做去感受、去看上帝甲咱中间的迄个疼，是安尼的疼，是安尼的原则。请兄弟，善因主日了后，这真做一个过程。以后，我对耶稣基督的死搁活救赎，我
我开始重新一个生活的时阵，我照上帝旨意来得到上帝的欢喜，真做我是伊的囝儿有证，三一主义，圣父、圣囝、圣神，互圣神伫咱的生命中间引带咱的生活，过耶稣基督所讲的听的命令、听的生活，彼此相听，是伫上帝的面头前，是为着要得到上帝的欢喜，毋是为着我家己利益，是毋甘你，我毋甘你受伤，我毋甘你艰苦。耶稣基督上帝的确伫传达安尼消息，安尼信息。我毋甘你，甲我永远分开。伫圣神内面的生活，真做得到上帝欢喜的生活。圣神的果子，仁爱、喜乐、和平、忍耐、温顺、良善、温柔、忠实、存在。愿圣神会降临，毋若是2000年前迄一天，嘛毋若是伫咱受洗礼迄一天。圣神会提醒圣神的声，不断伫咱的心肝内面，伫咱的耳孔边伫遐，兄弟姊妹，咱就听，因为咱是有耳孔，咱同齐下头来祈祷。听阮阿爸爸上帝，感谢你，感谢你真做阮的天父。感谢你，互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间，互阮知影，阮是无够行，互阮知影，阮是无法度的，互阮知影，阮会当得到救赎。感谢圣神不断伫阮的耳孔边来提醒，伫阮的心肝头来弄过，互阮知影，阮是你的囝儿，的确着爱得到你的欢喜。阿爸爸上帝，阮愿意安尼行，恳求圣神不断提醒阮，互阮的目标，互阮的方向，会当真做着你，你的笑面，你的阳光，你所赏赐互阮的，永远袂离开的平安。阮安尼感谢，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下面咱来回应上帝的话，请大家三甲来吟圣诗第622首。至大上帝，愿你带我；至大上帝，愿你带我。阮过今世旷野地，我真软弱，你大宽怜，并手。空我无犯罪，天的美娘，天的美娘，求你日日养饲我，求你日日养饲我，请大家起立来吟全首。上帝愿你带我，阮当今世旷野地，我真软弱，你大宽怜，并手空我无犯罪。天的美娘，天的美娘，求你养是我。我
会条文了求你怜恤，带我到回行天路，全能救主，全能救主，使我归来永保护，使我归来永保护。哦，你行到约旦河边，听命了伊免地岸，太阳是地目的主，保我阮到迦南岸。我着今世，我着今世，永远感谢我罗你，永远感谢我罗你。阿门。请坐，下面我来报告，请大家来看周报。报告事项，第一项，目前全国的疫情警戒第三级到6月14日，请咱的兄弟尽量避免来出外，保护好家己，互咱伫祈祷中来彼此代祷，共度难关。第二项，咱线上礼拜的期间，若有奉献，请利用汇款到教会的口座。教会口座的户名是台湾基督长老教会西湖教会，银行的代号是807永丰银行内湖分行，口座的号码是134-001-001-7875-13。咱若汇款了后，请甲小妹执事也是名义长老通知，讲奉献的项目甲金额，来方便因来登记项目。第三点，因为即马目前的疫情的期间，所有的礼拜甲聚会拢暂停，暂时无安排探访，牧师要用电话来关心代祷，也有需要代祷的兄弟，嘛请甲牧师来联络。第四项，这次中会共委会公告，根据主王2021年5月21日中委会线上讨论会的共识，伫疫情3级警戒期间，第二制度的执行要点。第一点，长老教会第二制是教会运作的重要机制。伫疫情的中间，召开中委会、部会、小会、养殖会，也是其他的会议的时，伫教会的法律之下，会当来照这个执行的要点来实行。第二，按照教会的法规，小会、养殖会爱由小会议长来调职，小会属下单位由小会来决定，中委会由中会议长来调职，部会由部长来调职。咱疫情的期间会当改做线上的讨论会，线上的讨论会会当透过 Line、Google Meet、Just Meet 的软体来进行，主要是做意见的交换来取得共识，但是毋是正式的会议。第四点，咱线上的讨论会会当约定一段时间来举行，采取半数以上同意的共识决。第五项，线上讨论会所得到的共识决，伫会当召开正式的实体会议的时阵，爱来补接纳。第六点，咱线上讨论会对重要的议案，会使采取迄个线上的共识决，只有会当伫迄个实体的会议中来议决。重要的议案是指迄个重大的人事异动、选举任命、机构的财政、财产的管理、
会员学会也是中会会议的提案点。咱再来看咱聚会的活动。咱即摆目前因为疫情的关系，只有是主持咱的礼拜用线上礼拜的部分。圣光的事项的部分，后周的讲道是林依文牧师，书会是秋妹执事，书琴是谢文姐。咱即摆来看咱周报第3页，本周的金句。我用台语汉语版甲和合本来各读一遍。各点伫肉体的袂会互上帝欢喜。罗马人书8章8节，而且属肉体的人不能得神的喜欢。罗马书8章8节。下面大道的事项甲补充的报告，咱交互牧师。姊妹平安，第3礼拜，咱用录影的方式，咱的心的确，咱的心的确就爱有平安，因为这是对耶稣基督遐所享受落来平安，不管有偌济时间，咱无法度伫礼拜堂同齐来敬拜上帝，咱爱相信，这个是过程，是一个超出我要安怎分底上帝的过程。透过祈祷，透过读圣经，透过彼此的关怀，咱诚做伫上帝面头前，活我的见证，见证咱是同一个身躯，连结伫耶稣基督。每一届的代祷，毋若是一个讲话祈祷，是一个有声的讲话。每一届的代祷是诚做我知影，我只是一个。其他的兄弟姊妹，因也是一个；其他的人，因也是一个。咱拢总是一体。代祷诚做一个完全，传到上帝咱的天父面头前。祈祷，互遮的人，因的心嘛会当得到平安，亲像咱有得到平安同款。疫情这个期间，偌久咱毋知，总是咱爱有盼望，因为上帝是互咱有盼望的上帝。咱爱活出欢喜的生活，因为咱是诚做分底耶稣基督上帝的囝儿。伫这个世间，咱的人生诚做是彼此相听的人生，彼此相听，彼此伫上帝面头前，互相来恳求的生活。就安尼，咱的人生，咱的生活才是有意义的。得到上帝欢喜，是咱的人生上大的欢喜。代祷的事项有4项，咱伫咱家己的家庭，伫咱家己的厝内面，咱把咱的祈祷带到上帝的面头前，摆列伫伊的宝座面头前，来得到伊的温准，伊在听，咱同齐进入代祷的时间。
我阿爸爸上帝感谢你，互阮有这个身份，会当为着别人来祈祷，因为阮知，毋是我，就是永远的我，是爱我，其他人嘛我，得到你的欢喜，阮拢总会通得到我。你爱阮彼此相听，互相来担当。今仔日这个疫情，互阮的心平淡，互阮看见遐个得着病的人，因的心伫艰苦，阮嘛伫艰苦。因的性命伫死亡的边仔，阮嘛犹原是安尼。因为这个人无好起来，阮就有可能来死。毋若是求阮家己活，嘛求因会当活。主啊，你是上帝，你是慈悲的上帝，你是怜悯的上帝，你是听人祈祷的上帝。恳求赐活命互阮确实去体会你的平安，你所守护的性命。若是伫阮的生活内面，嘛互阮有这个望知影，当阮面对着第二摆会死的时，阮会当好活。总是阮也无法度经过这个过程，无法度活咧，无法度继续伫你的面头前徛在，阮知一切拢总是空。恳求主赐活命，互遐会得着病的人，互因安全平安经过这个过程，互因对因的生命有新的看见，互因知影因有新的机会，重新搁活。互每一届拄着困难的时，阮拢知影，只有阮互相彼此担当，伫你的面头前来恳求，就想毋是只有我好，安尼代志才会成。恳求，互这个兄弟因的心快活，嘛帮赞医疗人员，互因的压力会当减少，互因的家庭，互因的亲人，互因所疼人，嘛会当得到平安甲放心。嘛，互阮的政府诚做检讨，看见别人别个国家是安怎经过这一年多，阮嘛会当捡到迄个经验，来诚做一个好的结果，互阮全国拢会当诚做一个心，一个方向，就是阮拢要活落来，拢总要活落来。主啊，来帮助阮，伫无法度伫你的面头前，伫礼拜堂，阮就是只有礼拜堂会当敬拜，迄个礼拜堂来敬拜你的时，阮的心有当时啊会渐渐离开，想讲礼拜，毋那是安尼尔。有当时啊，要看影片的时阵，就想我有闲的时阵再来看，袂记得迄是礼拜。有当时啊，想讲我来听其他的牧师讲道看卖影，也是讲其他的学习，总是袂记得每一个传道者，每一个你所拣选的、所传达的，拢总是对你遐来的。阮的目睭所看的，的确需要调整。对你遐来的话，对你遐来的教示，阮诚做骹步方向，爱共款伫你的面头前，互阮看见你的旨意，互阮伫阮家己
面对困难的时，阮的教会，你所互阮伫地的迄个教会，阮是诚做一个共同体。阮要斗阵来经过，要斗阵伫你的面头前来欢喜，嘛要伫你的面头前来恳求，要继续伫你所爱阮伫地所在来听候听你的话，毋是掠家己的时间做时间，掠家己的欢喜做欢喜，是掠你诚做阮永远的阿爸爸上帝。感谢，互阮会当有这个机会，有缘伫你的面头前，同齐同心来祈祷。安尼感谢，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请大家三角来吟圣诗第398首，愿咱救主耶稣基督，愿咱救主耶稣基督显明恩典慈悲，天父上帝赏赐大福，疼咱亲像囝儿，疼咱亲像囝儿。圣诗第398首，请大家起立来吟全首。吟诗说，请牧师来接导。圣父、圣子、圣神三位一体，上帝的慈悲甲怜悯，甲恁伫地，对拣选恁诚做伊的囝儿，迄时一直到永世代无煞，阿门。